1980年1月7日，司法行政部改名做法务部，伫咧司法大楼礼堂举办改制典礼，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周洪涛主持，并且为司法行政部部长跟法务部部长的交接仪式监交。新任法务部部长李元簇致辞，期勉法务部所属同仁重法务实、刚健笃行，为奠定国家推行民主宪政的基础努力不懈。1998年1月7日，南韩人摆甲乐乐堂，有查某人摕结婚手指，囡仔关金仔，都和运动员嘛拍手关奖牌。因为前一年南韩逼金融危机，政府请国际货币基金 IMF 帮忙，尾仔南韩电视台放送爱国关黄金的行动，招大家做伙关金仔，甲国家斗相共欣笑。伫咧短短4个月内，就赚到20多亿的美金，超新台币600多亿。